好來，繼續來看有民眾到屏東房山一個景點來翕相，結果兩支的手後翹，和這個圍欄面頂的玻璃纖維掛着傷。因為這個玻璃纖維用咱的肉眼真歹看到，佫出現喺公共設施，所以這個民眾特別鋪樹網，提醒大家都要注意。當地公所嘛已經先甲現場封鎖。民眾到屏東房山這個風景區，手環欄杆要翕相，想不到手翹煞互掛着傷。緊急到病院注射消毒，雙手攏互打貼布。老先是甲女朋友5月16到當地，結果兩個人互欄杆頂懸的玻璃纖維掛着傷，過2天又閣感覺擦擦。那當時欄杆頂懸的玻璃纖維是真好看到，就看到其他的人吸到公共設施嘛互掛着傷，就提醒大家愛細膩。就是看起來像一般的圍欄，大部分應該都會手扶着圍欄去做拍照這樣。我的另一半他先拍，所以他就是說有刺的感覺，我才去又觸碰這樣，決定要去急診。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有就是刺痛，然後紅腫跟發癢。來到現場，規片玻璃纖維若無詳細看，真正是真歹發現。然後囡仔摸到過去勒目睭，效果是不堪設想。刮過去就感覺粗粗的啊，亮亮的玻璃纖維啊。都是玻璃纖維，弄到肺裡面會沉積在肺裡面啊。老人家、小孩就會去摸它，刺刺的。對，它證明是說它的確是有風化。接着環境公所嘛派員來了解，發現頂懸確實是玻璃纖維，那欄杆是10年前起做，可能是裡頭拍風化，地勢翹起來。這上面是玻璃纖維，因為日曬啊，那個風化，我們還是要會請那個專業的去幫我們評估，看看怎麼回事。風景區的公共安全引發關注，當地公所表示，這是頭一屆接到反映，後續會找工程公司各種評估改善，避免有民眾擱再受傷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